香港每日樓市點評2026年6月3日，豪宅新盤持續熾熱，發展商亦趁勢推出旗下豪宅物業。長實發展中半山波老道豪宅21 Bory Road 項目第2期正式命名為英天，並上載樓書及首份銷售安排，限量招標推16伙，包括2伙頂層連天台特色戶，招標期下周30號正式開始。現樓示範單位即日起開放預約參觀，英天提供66伙，包括60伙介乎1875至2193平方尺的3房雙套及4房雙套標準單位，另外6伙特色戶，而首批招標單位中涉及16伙，包括14伙標準戶以及2伙頂層連天台特色戶，面積分別2911及3022方尺。層與層之間高度達3.5米，屬5房3套間隔。天台連前庭面積逾2000方尺，設私人游泳池或按摩池。以上香港地產最新資訊，由世紀21香港 C2UHK 提供。